最近轉季，大家係咪成日覺得手腳冰冷，點瞓都覺得攰，甚至有時手指會無啦啦覺得痹一痹？好多人以為呢啲只係普通感冒，或者係平時返工太辛苦，但其實呢啲分分鐘就係身體發出嘅紅色警號。Hello， 大家好，我係大家嘅健康守護者。每日我哋都喺度為生活奔波，但係往往最容易忽略嘅就係自己嘅身體。今日我哋要講嘅話題非常之重要，關乎到你同埋你屋企人嘅生命安全。大家成日聽人講，中風嚟講未必一定有先兆，因為佢發病真係好急，有時候一來就來，令人防不勝防。但係呢，如果你或者你身邊嘅親友已經過咗40歲，有幾個徵兆，你就一定要金睛火眼咁留意住。今日我會幫大家徹底拆解中風嘅迷思，教你點樣捕捉嗰啲隱藏嘅先兆，仲會分享一啲好實用嘅中醫穴位同埋食療秘方。記住睇到最後，因為我會教大家一個每日只需幾分鐘就可以做到嘅保命小習慣。其實呢，喺一本好出名嘅古書叫做《中醫古籍政治匯報》入面，就已經講得好清楚。書入面提到，平人手指麻木，不時眩暈，乃中風先兆，需預防之。意思即係話，一個平時睇落好健康嘅人，如果突然之間手指覺得麻木，或者不時覺得頭暈，呢個就好可能係中風嘅先兆啦。所以話中風其實係有跡可尋嘅，至少有4個徵兆，我哋係絕對唔可以掉以輕心嘅。第一就係你時時都會覺得頭暈眼花，加上有時候會頭痛，突然間覺得好攰好攰。好多人遇到呢個情況，第一時間就覺得，哎呀，我肯定係冷親，患咗場大感冒啫，食2粒藥，瞓2日就冇事啦。係，好多時的確只係大感冒，但係如果你感冒咗2-3日都仲未好，再加上有其他症狀出現，咁就大件事啦。第二個徵兆就係你嘅手指或者手臂出現麻木嘅感覺，呢種麻木通常係短暫性嘅。不過喺呢度我哋要先排除一樣嘢，就係頸椎病。大家有冇試過瞓完覺起身，發現唔係左手臂就係右手臂，甚至2隻手都痹晒？有啲人仲會被呢種痹痛痛到醒。呢個情況呢，可能只係你嘅頸椎有骨刺、頸椎移位，或者係頸椎嘅弧度變咗壓住神經線。如果你懷疑係呢個問題，最穩陣就係去照一張 X 光片，睇清楚係咪頸嘅問題。但係如果照咗唔係頸椎病，而你又繼續有暈有麻木，咁你就要打醒12分精神啦。跟住落嚟嘅第3同第4個徵兆就更加明顯啦。第3就係你突然間說話不清不楚，或者人哋根本聽唔明你講緊乜，條脷好似打咗結咁。第4就係對眼整天睇嘢不清不楚，視力突然變得模糊。如果有齊呢幾樣嘢，我哋就千祈唔好猶豫啦。分分鐘你可能已經經歷緊一種叫做小中風嘅危險情況。咩叫做小中風呢？大家可以想象下，我哋人體嘅血管就好似一個極度繁忙、四通八達嘅高鐵網絡或者捷運系統咁。平時啲血液好似列車咁行得好順暢，但係好多時候腦部局部嘅供血出現咗短暫性、重複性嘅障礙，就好似某條主幹線突然塞咗車，血液去唔到對應嘅腦部區域，咁樣就會引發相應供血區出現神經功能嘅失調或者障礙。不過呢種情況通常好短暫，可能只係維持1-2分鐘，最多去到1個鐘頭左右，佢自己又會慢慢康復。特別係喺1日之內，患者可能已經覺得完全無事。就係因為咁，好多朋友就會覺得，哎呀，頭先暈一暈啫，一陣就無事啦，唔使理佢啦。大家千祈唔好咁諗。呢個小中風係可以時時反覆發作嘅，正正因為你唔理佢，一陣間可能就迎來一個真正嘅大中風，到時就真係大件事啦。所以如果出現頭先提過嘅問題，最好盡快去看醫生 check 下。咁到底有冇啲咩預防功夫我哋可以做，去避免小中風甚至大中風嘅發生呢？當然有。首先，如果你已經過咗40幾歲，年年做身體檢查係指定動作，特別係三高嘅問題，
一定要查得清清楚楚。我哋要控制我們的三高，特別係血壓。平時自己喺屋企都應該養成量血壓嘅習慣。咁血壓去到咩水平先算正常或者理想呢？一般而言，如果你的血壓收縮壓，即係上壓高於140，舒張壓下壓高於90，喺醫學上就定義為高血壓。我哋嘅目標係建議大家盡量將血壓再降低一啲，上壓120，下壓大約80或者稍為低一點，呢個就係最理想嘅狀態。講到量血壓，頭先崔博士都有鼓勵大家喺屋企自己試下量，但係自己量都有學問題，有冇咩要注意呢？其實我哋頭先提到嘅理想血壓，主要係指你個人喺一個平靜狀態下量出嚟嘅數值，所以最好係量之前休息10幾20分鐘。如果可以坐到半個鐘頭，等成個人舒緩晒，當然最好，否則起碼都要坐定10幾分鐘，期間唔好做其他嘢，唔好睇啲刺激嘅電視節目，心情要好舒緩，咁量出嚟嘅數值先至係比較準確嘅。不過講開量血壓，其實好多人都有一個好得意嘅現象，連我自己都有演，呢個就叫做白袍症。大家有冇試過去到診所或者醫院量血壓嘅時候，個血壓就會飆到好高，但係返到屋企自己量又好正常呢？點解會咁呢？其實呢個要歸咎於你不自覺嘅緊張。當有醫護人員幫你量血壓，尤其是用水銀柱血壓計，雖然理論上係好準，但當你面前企住個著白袍嘅醫生或者護士，又同你揸手，又同你綁手臂，你個心就會開始卜卜跳，開始緊張。你心入面會好驚，死啦，唔知量出嚟會點呢？會唔會好高呢？好多病人事後都會強調我冇緊張呀，但事實上身體嘅反應最誠實，你一緊張，血壓就自然高咗。呢個就係醫生常講嘅白袍症啦。好啦，萬一真係不幸中風，可以點樣治療呢？我哋可以分兩方面去睇。第一，如果係急性發病，即係你一懷疑身邊嘅人中風，記住唔好拖，唔好諗住等陣睇下點先，要馬上送入醫院。去到醫院，醫生會即刻做臨床檢查，仲會安排做電腦掃描，去確診究竟係咪真係中風。更重要嘅係要分開，究竟患者係屬於缺氣性中風，或者叫缺血性，定係出血性中風。大家可能都聽過黃金3小時呢個概念。如果你係缺氣性中風，即係有個血栓塞住咗某條血管，醫生會盡量喺呢3小時之內，喺得到醫生同家人嘅同意下，用一啲溶血嘅藥物去溶掉個血栓。一旦血栓溶咗，供血恢復，患者嘅情況就會改善好多。所以最初病發嘅時候，一定係要先送入醫院，用西醫嘅方法去急救處理。咁中醫又喺咩時候介入去醫治會最好呢？通常咧就係喺病人嘅康復期。當病人出院之後，就可以開始做一啲中醫嘅調理同康復治療，包括開方用藥或者做針灸。講到針灸，其實對中風病人嚟講係非常有用的。而且越早施行針灸就越好。點樣為之早呢？一般嚟講，患者出院之後，大約發病之後2個星期左右就可以開始做針灸。但係呢度有個大前提，一定要睇清楚病歷。如果患者係出血性中風，就一定要等到病灶出血完全穩定咗，確定不再出血了，先至可以進行針灸。呢一點大家一定要記住。為咗令大家更加明白中風同康復嘅過程，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非常深刻嘅真實個案。呢個係崔博士親身體驗過嘅親人個案。呢位女士本身有慢性病，患糖尿病已經幾十年，一路都係中藥同西藥兩邊夾攻咁食，中藥係從來冇停過嘅。另外佢有甲狀腺功能低下嘅問題，所以個人睇落有少少泡泡水腫嘅狀態。再加上佢平時嘅生活習慣係好靜不好動，最中意就係打麻雀同埋唱粵曲，運動量非常之少。一直以嚟大家都相安無事，直到發病嗰一日。嗰日下午大約3點鐘，佢喺超市購物買緊嘢，突然之間佢覺得個人好暈，好唔舒服。
當時佢仲有意識，就自己截咗架的士返屋企休息。返到屋企，佢攤喺床上瞓咗3個幾鐘。醒返嘅時候，大件事啦！佢發現自己說話已經無氣無力，有一隻手完全無力，手腳都抬唔起，連眼皮都凹咗落嚟。屋企人一睇，知道唔對路，馬上就召救護車送佢入院。去到急症室，醫生立即幫佢做 CT 電腦掃描，發覺佢真係小腦中風，屬於缺血性，於是立即收佢入醫院。但好可惜，醫生同家屬解釋病情嘅時候話，因為病人已經過咗黃金3小時，所以已經唔可以同佢打針溶血。嗰一晚只能夠幫佢吊鹽水，然後密切觀察病情。大家估下第2日發生咩事？第2日親友去醫院探病嘅時候，見到一個好奇怪嘅現象。佢哋去到病房，竟然見到物理治療師扶住佢喺地下慢慢行路。再過多1日，佢已經行得好正常，可以自己食早餐，仲可以同親友有傾有講。當時崔博士去到醫院，見到咁嘅情況，都嚇一跳，覺得真係好神奇。冇幾耐，主診醫生都過嚟同佢哋傾偈。醫生解釋話，佢哋覺得呢個康復進度非常之特別。經過西醫團隊嘅分析，發覺可能性有2個。第一個可能性就係當醫生了解過病人嘅病歷，知道病人長期有食開中藥，當然同時有食西藥。佢哋估計中藥嘅確有可能喺背後發揮咗保護功效，因為通常過咗3小時之後，腦部嘅病灶就會開始滲血，滲血嘅範圍同程度越大，將來嘅後遺症就會越大。但係呢位病人病灶嘅滲血情況竟然非常之少，而且好快就自己止血，所以醫生認為長期調理嘅中藥喺呢方面應記一功。至於第2個可能性呢，醫生笑住咁講2個字：幸運。就係咁，病人喺醫院住咗幾日，因為要等安排做一個磁理共振，確定個腦真係再無事，大約3、4日就順利出院啦。由2018年發病到而家，已經足足6年啦。佢而家樣樣都好正常，每次去復診嘅驗血報告，甚至比我哋啲後生仔屋企人更加靚仔，情況非常之好，康復得極之理想。當然有一點要補充嘅，就係佢出院之後一直都冇停止過中藥嘅調理，呢個堅持係好重要嘅。所以大家如果真係不幸遇到中風呢個問題，一點都唔需要灰心。有崔博士親人咁好嘅成功例子喺度，證明只要積極治療，配合中西醫嘅智慧，係絕對有得醫嘅。好啦，頭先提到針灸係一個好好治療中風嘅工具，但係平時喺屋企，除咗可中醫師針灸之外，有冇一啲穴位按壓，我哋自己可以輕易做到，當係做下預防功夫呢？絕對有。特別係對於中咗風喺康復過程中嘅病人，作為調理，又或者想預防中風，本身有高血壓嘅人士，我今日就為大家介紹幾個非常有用嘅穴位，大家不妨跟住我一齊做。第一個穴位叫做風池穴，呢個穴位喺邊度呢？就喺我哋頸後面。大家摸下自己條頸，有2條好明顯嘅肌肉，一條叫做胸鎖穴突肌，另一條叫做斜方肌。你順住呢2條肌肉中間嘅坑紋一路向上推，推到去髮際線，即係頭髮邊嘅位置，你會摸到一個好明顯嘅凹陷位，呢個就係風池穴啦。大家可以用大拇指或者食指去按壓一下，每次按1-2分鐘，一日按2-3次都可以。呢個穴位有咩用呢？中醫話佢能夠平肝息風，平肝息風嘅意思就係可以幫助降血壓，同時有疏風明目嘅作用。好多時按完你會即刻覺得條頸鬆咗，對眼光猛咗。第2個要介紹嘅就係大家都好熟悉嘅太陽穴，位置喺眼角對出大約1寸嘅地方，兩邊都有個凹陷位。我哋可以用中指同食指合併，輕輕咁打圈按壓一下，同樣都係每次1-2分鐘，一日2-3次。太陽穴係一個醒腦明目嘅黃金穴位，對於平時覺得頭脹脹、頭暈暈嘅朋友係非常有幫助。第3個穴位叫做氣海穴，氣海係屬於陰脈的穴位，位置喺邊呢？就喺我哋人體正中線，
肚臍對落1寸半嘅位置。我哋可以舒舒服服咁坐喺度，用2隻手指喺肚臍對落1寸半度輕輕按壓，每日做1次，每次1-2分鐘，或者每日2-3次都冇問題。氣海穴係一個強壯身體、益精嘅穴位，有好好嘅益氣同埋補陽作用。我哋用呢個穴位對成個人嘅精、氣神，甚至對眼睛都有好好嘅控制同補養作用。最後一個亦都係對降血壓好有用嘅穴位，叫做角孫穴。角孫穴喺邊度呢？就喺你耳仔最高點對住嘅頭髮邊。大家可以用2隻拇指貼住耳尖對上嘅頭髮邊，用力向後推，每邊推10下，兩邊可以一齊做。呢個角孫穴位特別針對因為高血壓引起嗰種後腦緊、眼睛赤痛、頭重嘅問題。一日可以做幾次，做完你會覺得個頭好似輕咗幾磅咁。學完穴位，咁有冇啲咩食療係我哋平時可以食，做到預防中風嘅效果呢？當然有。中醫有幾種藥材，對於暢通血管、活血化瘀係超級有用嘅。呢個黃金鐵三角就包括咗丹參、山楂同埋田七，有啲朋友會叫佢做田七，亦都即係我哋常講嘅田七。大家聽到呢兩個名，其實都係講緊同一種好嘢。我建議嘅配方係咁嘅：丹參15克，山楂15克，田七5克。呢3種藥材，如果你買原製嘅，就唔好自己夾硬磨粉啦，直接用嚟焗水飲就得。不過而家啲人返工咁忙，想方便日常使用的話，市面上有好多已經處理好嘅濃縮藥粉。如果用濃縮粉，根據山楂嘅轉換量，通常每次只係用0點幾克。我自己食田七粉嘅習慣，每日就係食大約0.6克嘅濃縮粉。呢個份量就已經相當於5克嘅生草藥。點樣食呢？非常簡單，將呢啲粉加10多毫升嘅熱水攪拌溶化，跟住就咁飲用便可以。每日飲用1次，真係好方便，食少少嘢打底就可以飲。但係呢度有個極度重要嘅提示，因為呢個食療方嘅活血化瘀能力好強。如果你本身有食緊西醫開嘅薄血藥，例如阿士匹靈、柏維斯，咁你就千祈唔好飲用啦，因為2隻活血嘅嘢加埋一齊，會增加出血嘅風險。甚至乎，如果你有食緊銀杏素呢類保健品，都一樣唔好飲用。記住，活血化瘀嘅嘢一樣便足夠。喺開始任何食療之前，一定要請教專業人士，了解清楚自己嘅體質同埋你食緊嘅食物、藥物會唔會相衝。講開田七，即係田七。崔博士之前提到田七係好嘢，但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有個疑問。我聽人講過，田七又可以止血，又可以活血，一時又話生食，一時又話熟食，又止血又活血，聽落好似好矛盾咁。咁其實我哋用邊一種好呢？呢個問題問得非常好。田七的確係一隻好神奇嘅中藥，佢既係一個止血藥，同時又有活血化瘀嘅功效，所以我哋中醫會形容佢為具有雙向性嘅藥材。點解會咁神奇呢？另一個問題，又生又熟，其實生嘅田七係咩意思呢？生嘅意思就係指啲藥材未經過高溫炮製，生田七佢同時具備止血同埋活血化瘀嘅能力。點解佢能夠止血呢？因為未經過高溫炮製嘅田七，佢入面保留咗一種好珍貴嘅止血成分，叫做3,7氨酸。呢種3,7氨酸成分好嬌氣，一加熱便會破壞晒。所以如果你將田七煮熟咗，熟嘅田七就冇咗3,7氨酸，冇咗止血功效。咁熟田七剩低啲咩呢？就剩低一種叫做皂苷類化合物嘅物質。呢啲皂苷類化合物就係專門進行活血化瘀作用嘅。所以我哋話田七究竟用生還是用熟，就完全視乎你嘅需要。如果你嘅目的只係要活血化瘀、通血管，咁你就用熟嘅。如果你係想有止血功效，咁就一定要用生嘅。分享下崔博士自己嘅經驗，佢自己每日都會食一定量嘅生田七粉。不過生田七粉
有一個弱點建議。如果你打算每日都食田七，用嚟代替例如阿士匹靈或者其他有活血、通血管作用嘅西藥嘅話，建議每日用5克原藥材，相當於濃縮粉大約0.6克就夠啦。崔博士嘅習慣係每日朝早攞一個小瓶子裝0.6克，放喺10幾20毫升嘅熱水入面溶掉它，然後食一點點東西，例如食塊餅乾之類，打底就飲。佢呢個習慣維持咗好耐，起碼10年8年。點解要咁堅持食呢？因為田七其實真係有好多好處，佢能夠增加我哋腦部嘅血流量，提升我哋腦部嘅功能，例如對增強記性方面係相當有用嘅。仲有呀，田七又可以抗衰老，又可以抗腫瘤，長期咁樣服用就會見到佢嘅威力。崔博士用自己嘅現身說法證明，就係因為呢幾年堅持食田七，令到佢心血管嘅鈣化情況得到舒緩，老化速度減慢咗好多。至於詳細嘅機理，我哋留待下次有機會再同大家詳細交代。好啦，今日同大家分享咗咁多，一般人究竟點樣可以將我哋今日講嘅中西醫智慧實實在在咁融入日常生活裏面呢？總結嚟講，今日大家即刻可以做嘅小改變，不外乎呢3點。第一，一定要控制我們的三高，特別係血壓。過咗40歲，記得定時做身體檢查，排除你三高或其他方面嘅隱患。買部血壓計放喺屋企，得閒就舒舒服服咁坐低量下。第二，有空就記得按一下穴位，等車、睇電視嘅時候按一下風池、太陽、氣海同埋角孫穴，每日幾分鐘，頭腦清醒啲，血壓都靚啲。第三，如果你體質適合，又冇食緊薄血藥，可以試下食啲適合你嘅食療，特別係丹參、山楂、田七呢類嘅濃縮粉，用來沖水，每日飲少少，可以令到你嘅血管暢通無阻。養生從來都唔係一朝一夕嘅事，而係將呢啲好習慣變成生活嘅一部分。如果覺得今日分享嘅健康貼士幫到你，記得俾個 like 呢條片，同埋 share 俾身邊你關心嘅屋企人同朋友睇。仲有呀，記得訂閱我哋頻道，內埋個鐘仔，咁就唔會錯過我哋下一次嘅養生資訊啦。祝大家身體健康，血管日日暢通，我哋下次見，拜拜。